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節。呢度講一個有錢嘅青年人尋求永生之道。呢個人好誠懇佢係跑過嚟，而且仲跪低仲用佢認為最好嘅名詞嚟稱呼耶穌，話良善嘅夫子。從佢所問嘅嘢反映出呢個青年人有好多錯誤嘅觀念。第一，從佢對耶穌嘅稱呼睇到佢有矛盾嘅。佢用良善呢個詞係用嚟稱呼神嘅，但佢當耶穌只係一個夫子，一個老師而已。如果佢當耶穌係基督，就唔會叫耶穌做夫子啦。當佢當耶穌係夫子嘅時候呢，點解佢又稱耶穌為良善嘅呢？第二，佢以為可以靠行善而得到永生，所以佢問耶穌啦，要做啲乜嘢事先至可以得到永生？既然佢咁樣問，耶穌就問佢守咗啲乜嘢嘅誡命？佢話全部都守晒。我哋睇下呢個人呢，既然全部都守晒，佢仍然對永生一啲把握都冇。佢仲以為有啲行為佢漏咗冇做，驚住得唔到永生，所以好想知道要佢去做嚟立功行善得永生啦。大家記住呢，得永生並唔係靠立功行善嘅，唔係靠人嘅好行為嘅。表面上呢個青年人唔錯，但耶穌睇穿咗佢犯咗10戒嘅第一戒，就係冇尊耶和華為獨一嘅真神。佢係以錢財代替神。耶穌知道佢問題喺邊一度，就望實佢，就愛佢，對佢講，叫佢變賣一切分俾窮人，就係將財寶放喺天上，然後跟從耶穌。嗱，呢個青年人嘅反應就係面色都變咗，反映出錢財咧對佢嚟講咧比神咧係更加重要。由於佢太有錢，唔能夠放得低，咁所以咧佢憂憂愁愁就走咗啦。大家要明白，唔係話要靠變賣一切分俾窮人先至可以有永生，而係耶穌拿住呢個青年人靠行為得永生嘅心態嚟講話俾佢知，冇人可以靠行為得永生嘅。不論你行為幾咁好或者多，呢個青年人守晒咁多誡命，但有啲嘢佢行為上始終做唔到，就係唔捨得啲錢。喺呢個時候咧，錢比神更加重要，錢比永生咧係更加重要啦。耶穌就話啦，有錢財嘅人進神嘅國係何等嘅難啊！耶穌咁樣講，門徒就好出奇，因為當時猶太人嘅觀念咧，認為財富係神賜恩嘅標誌。呢個青年人咁有錢，一定係神好錫佢。既然神咁恩待佢，點解耶穌話呢啲人進天國係好難嘅呢？耶穌好客氣答佢話小子，但回答嘅內容呢，佢係用好重嘅字句，話駱駝穿過針嘅眼，比財主進神嘅國仲容易呢。駱駝係當地最大嘅動物，而針眼係最細嘅窿。駱駝根本冇可能穿過針嘅眼，所以財主憑自己有錢，憑行為亦都難以進天國。門徒聽咗之後仲係好難明，因為財主咁都唔得救，咁邊個可以得救呢？耶穌就話啦，在人係不能，在神卻不然，因為神凡事都能。意思就係靠神嘅恩典，人先至可以得救，不論有錢人抑或係窮人。彼得將門徒同嗰啲呢個青年人嚟比較，話佢有錢，而我哋冇錢，我哋乜都冇，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主啦。意思仍然係有靠行為嘅含義。耶穌嘅回答裏面作門徒係要跟從主嘅，跟從主係要付代價嘅，就係為主同埋福音咧撇下一切，並且受逼迫，呢個就係大前提。然後神就會叫我哋喺今生得8倍，來生得永生。換句說話，神係唔會虧欠人嘅。第31節有2個意思。第一就係好似嗰個有錢人以為在前，其實係在後，所以唔好靠錢財。第二呢，門徒唔可以因為撇下一切跟從主而自滿，
如果唔繼續委身，就會落後噶啦。好，我哋祈禱，主啊，我承認我哋有好多錯誤嘅觀念，我哋跟你唔係一個利益嘅交換嗰個關係，而係信靠你同埋犧牲嘅關係。求主指正我哋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